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县爱寮溪的水位中悬，挖进到桥梁的警戒线。县长周春美一透早就去视察，看这个地方池。屏东的台电嘛加强整备，派出着工程车到山区、到沿海地区，针对可能有问题的电火条做补强，较袂到时阵搁来大停电。落过大雨，屏东县爱寮溪溪水搁较错流，水位逼近桥的警戒线。南部持续落大雨，就惊讲大雨造成停电的状况又搁发生。台电屏东区派出工程车加强整备，对有安全顾虑的电火条补强，针对较有淹水所在做线路的巡检工作。较低所在嘛有安水门，降雨量会达到350毫米以上，所以我们依照相关的规定，我们就今天停止上班上课。那现在是极端气候，像嘉义、台南瞬间就降下了很大的雨量，大家都承受不起。屏东县宣布停班停课，县长周春美透早巡视县内防汛整备工作，预防淹水灾情。都是战战兢兢，都是在地在防备。那所以我们昨天也紧急召开了这个防灾的会议，了解气候还有相关气象署的预报。虽然讲屏东县目前雨无大，就惊讲愈晚雨会愈大，屏东县政府唔敢大意，做好一切防范，要避免大雨造成的灾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